来看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导述《华尔街日报》，提出保卫和平的四大重点，包括提升台湾的核阻力、经济安全，甲建立民主伙伴的关系。第四点是稳定有原则的两岸领导力。伊嘛搁再强调讲会捍卫两岸现状，嘛无排除讲互相伫对等尊严，甲对话展开对话。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最近接近换兵，真侪摆强调会守护区域和平稳定。赖清德初五告导书《华尔街日报》，讲家己保卫台海和平的计划，表示家己行政治路受1966年台海危机的影响。作为总统，要执行保卫和平的四大指条，首先要提升台湾的核阻力，过来是经济安全甲建立民主友好关系。第四是稳定而且有原则的两岸领导力。佮表示会捍卫两岸现状，而且无排除伫互利尊严这条件之下，甲对话展开对话。要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。那台湾作为面对中国直接威胁的国家，那我们也会极力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。赖清德接见加拿大跨党派议员访问团的时阵，也讲到面对维权主义需要民主友好支持，家己也要维持台海现状。不过最近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提出编辑开放4个月公款，引起争议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的批评，这是不稳健的做法。国家的领导人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，那对国防是要非常稳健的来看待每一件这个政策。那我想，任意的抛出要缩短役期为4个月，这个是不稳健的做法。民进党立委也批评侯友宜为选举牺牲国家安全，佮表示侯友宜判断对国防的了解甲别人无同，真是天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